學家全部都攞過諾貝爾獎㗎。咦？但係全世界有咁多科學家，要點樣先可以攞到諾貝爾獎啊？我諗一定最聰明、最勁嗰啲先可以攞到㗎。所以最聰明嘅科學家就可以攞到諾貝爾獎。爹哋啊，係咪最聰明嘅科學家就可以攞到諾貝爾獎㗎？唔一定㗎，其實仲有好多偉大嘅科學家都冇攞過諾貝爾獎嘅，霍金就係其中一位啦。吓？霍基冇攞過諾貝爾獎，咁我哋快啲變身做 Dr. Petrol，同埋霍金、沙普爾、Arnold 揾答案先，變身。唉，真係可惜，霍金可以講係繼愛因斯坦之後最聰明嘅科學家之一，而佢用一生嘅時間去研究霍金輻射理論，始終都係無法贏得諾貝爾獎。係啊，真係好可惜。不過原因都係同諾貝爾獎嘅評分規則有關。諾貝爾獎規定係最偉大嘅理論，都必須要被證實先可以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㗎。就以霍金輻射為例，一直以嚟大家都覺得黑洞係有入冇出嘅，但係霍金就推倒咗呢個人人都覺得係理所當然嘅理論。佢通過物理學、數學、天文學等方法計算出黑洞會不斷向外發射一啲好弱嘅能量，最後會慢慢蒸發同埋消失添。就係因為呢個過程實在太微弱同埋漫長啦，以目前科技根本無法證實到呢個理論係真嘅。但係相信只要我哋繼續努力追尋，總會有一日一定可以攞到呢個宇宙留俾我哋嘅諾貝爾獎㗎。哦，原來最聰明嘅人都未必可以攞到諾貝爾獎嘅。但係對理想嘅追尋就一定唔可以放棄啦。就等我哋一齊幫霍金繼續揾答案啦。Remember to look up at the stars and not down at your feet. 嘗試去為你眼前嘅事物尋找意義，同埋諗下係咩讓宇宙存在。記住要保持好奇心，無論生命歷程係幾咁艱難，但都會有你可以做同埋成功嘅事。重點係It matters that you don't just give up.